哎呀，係咪拗柴成日唔好，或者成日翻拗？有5樣嘢你一定要知道同自己檢查，先有機會可以令到拗柴情況得以改善。第一樣嘢你要檢查你嘅腳趾公有冇一個向上屈曲嘅空間，起碼要有30到45度。點解呢？如果你呢個向上嘅空間好低，基本上咧就令到你踏步向前嗰下嘅幅度咧好少，間接影響股大肌發力。同期間，如果你冇得向上，基本上你就向下嘅力就好低，啲力去唔到腳趾公下邊，大多數就變咗向外側，增加拗柴機會。第二樣嘢要睇嘅就係呢個橫足弓嘅位置，佢有冇一個向下下塌同埋拱起嘅能力。建議你膊頭闊度站立，上身向右轉先。當你向右轉嘅時候咧，應該左邊橫足弓會拱起，左邊會下塌。當你向左轉嘅時候咧，左邊嘅橫足弓會拱起，右邊會下塌。要檢查自己呢兩個能力係咪對稱，還是一轉就好快會企唔穩啦。第三，我哋要檢查下呢個脛骨嘅內外旋能力，因為如果脛骨慣咗向外轉，啲力通常集中喺腳外側，有機會容易拗柴。咁我哋就要檢查啦，隻腳平放，腳板踩地，之後慢慢腳板貼住地面抹出、抹入、抹出、抹入。我哋比較左同右。要留意下究竟個脛骨向入轉同向出轉嘅角度有冇唔一樣。如果你發覺，咦個腳板向入轉幅度好誇張嘅，咁即係某程度代表個脛骨相對向外轉多咗，呢個時候就令到腳趾公好難踩地，企唔穩㗎啦。